最近是连续逼滚了站坐监察院的公务车去办私人代志的争议。即阵法务部廉政署是要求全国的政风机构都要去查公务车宿舍即寡公务资源使用的情形，加强管控。监察院小连续逼出公务车公器使用的争议，引起各界的议论。监察院前秘书长李俊义请辞核准，监委苏丽琼、王英忠、林旭荣三个监委去向移送纪律委员会。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卡新阁表讲，有亚康者讲监委叶宜珍、陈秋金嘛有滥用公务车的情形，呼吁监察院都要全面调查，检视事实。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打电话予这两个去向点名的监委，虽然无联络到当事者，不过根据平面媒体报道，陈秋金反击，伊讲袂当无证据就黑白喊，应该甲代志自头至尾讲互清楚。而且若要全面拢查，毋那是监察院的公务车。民众党要推动废除监察院，若有机会会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修宪委员会。台湾民众党已经要提出这个修宪废掉监察院，目前提案已经有多位立委在联署当中，我们也会敦请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召开修宪委员会。民众党团嘛提出数据，监察院法定的员额干那550位，不过首长的专用车数量是行政院的2倍，是立法院的6倍。监察院伫105年甲106年买17台新车，109年甲111年阁买2台。去年变308万，要甲旧车换掉。不过廉政署会出手，清点全国政风机构公务车，还有宿舍使用的情形。不仅仅是公务车，甚至是包括这个宿舍的使用，或者是公发的笔电、平板等等，我们都希望说，可以做这个正确的使用。最快是在下周就可以召集相关的人员共同来检讨。我们希望尽快可以把这个访谈指引制作出来，然后给全国各机关使用。廉政署要求全国的政风机构甲各政府机关就公务车使用的规范定好清楚，看敢是有侪年来无调整，已经无下即马使用的所在，赶紧来修正。公司新闻台北报道。